震动的消息，来看郭台铭为着要选总统，是走遍着全台湾，也毋过独就是也未去新北市。讲是因为郭台铭的阵营伤晚申请借无场地，身为竞争对手的侯友宜讲，一切拢是按照着规定来办理。郭台铭走遍着全台湾，要争取提名，侯友宜是继续来展现伊协调的实力。 像台北市内湖、南港六位初选的内战，都是侯友宜出面来敲切。即摆国民党内提名总统的时间是愈来愈逼近咯。除了有支持者要来成立着侯西里之友会之外，讲国民党嘛打算要伫个北中南来举办挺侯友宜的大会。 国民党总统的人选伫咧这个月特别出炉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南北领头咧拼提名，所以一直拢无伫咧新北市办座谈会。风声讲是因为伤晚申请借无场地。 我们一切都是按照相关的规定受理来办理。借场地就要照规矩。侯友宜作为拿赢总统提名上清的人选，佮一边出手将港澳立委内战超好平，连续3摆出手来协调，主将的气势是愈来愈强。只不过找他们来聊聊天，看看他们两个的想法，能够呢到中央跟地方一起并肩作战，带动双北的合作，也带动双北的发展，这不是一件好事吗？ 外口传讲，拿赢的支持者由于比较民进党热清调的模式，成立后西里之友会。台北市议员徐卡新嘛，伫咧拜三表示，5月17号就会定调侯友宜。有小会嘛讲，侯友宜是主帅，当然嘛传出会伫咧北中南举办挺侯大会，种种的行为就去互外界质疑，拿赢总统的提名早就已经内定。我都尊重党的规划。 党的步骤，提名时间剩无几天，面对着郭台铭拍个人战有关伊的声势，侯友宜出手协调党内初选的问题，拿赢挺侯友宜争取总统提名的声音是愈来愈悬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